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個 channel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好消息，香港2026年至2027年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，2月25號就係大日子。陳茂波財爺已經放風，財政狀況超預期改善，今年絕對有大把糖派落嚟。作為香港居民，我知大家最近生活壓力大，樓價高，稅負重，但呢個預算案會帶嚟好多驚喜。特別係中產、家庭同長者。今日呢，我會盡量講多啲好消息，吸引大家一齊期待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 等公佈日我再 update 最新版本。嚟啦，開始講啦。首先，最大好消息就係財政狀況大逆轉。根據德勤會計師行最新預測，2025年至2026年財政年度綜合盈餘高達156億元，呢個數字比之前預期勁得多㗎。原本財爺話要等到2026年至2027年先有盈餘，但係股市旺，印花稅收入爆升，全年估計近1000億元，令到經營賬目提早轉盈餘。PwC 都估計赤字只返0.2億元，財政儲備高達6541億元，等於10個月政府開支。呢個係過去幾年赤字後嘅大好轉，證明香港經濟強勢復甦。ACCA 會計師公會更加樂觀，預測盈餘41億元，財政儲備6584億元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親口確認提早盈餘係事實，因為金融市場強勁，股票交易印花稅收入大增。呢個好消息意味住政府唔使再節衣縮食，可以放心投資未來，特別係北部都會區等大項目，但係同時會回饋市民。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估計赤字只剩返50到100億元，比舊年800億元少咗好多，證明政策有效。香港經濟情況報告顯示，2025年 GDP 增長3.5%，2026年維持良好勢頭，全球經濟溫和擴張 ，AI 電子產品需求旺，出口強勁，消費同投資都受益。講到稅務寬減，呢個絕對係中產最大甜頭喎。多個機構如 PwC、HKICPA、Deloitte 齊建議100%薪俸稅每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加到5000蚊甚至1萬蚊，基本免稅額由13.2萬加到14萬或以上，子女免稅額、供養父母、長者住宿扣稅都上調10%，住宅租金、樓按利息扣稅上限由10萬加到16萬，年期延長到25年。想象下，中產家庭稅單少咗幾千蚊，甚至萬蚊，壓力大減，可以多啲錢用嚟消費或者儲蓄。ACCA 建議累進式子女免稅額，生得多扣得多，重推2500蚊學生書簿津貼。呢啲措施針對中產難處，陳茂波話會整全檢視，機會超高。再嚟生育，育兒福利加碼機會勁大，香港生育率新低，政府好緊張。議員建議延續2萬蚊新生嬰兒津貼，第二胎加50%，第三胎更多，甚至加到3萬蚊。CPA Australia 建議4處策略推動增長，包括支援家庭，預計會有育兒津貼、托兒服務資助。呢個好消息對年輕夫婦嚟講係天大喜訊，生仔唔使擔心錢，政府幫手減壓，香港未來人口問題有救。想象下，你生第二胎多幾萬蚊獎金，可以買多啲 BB 用品或請工人，生活質素提升。長者福利都係重點好消息，陳茂波承諾更多長者支援，民建聯倡議擴大醫療減免，領獎生津長者全豁免公營醫療費或公營醫療半價優惠。醫療費用扣稅門檻放寬，自願醫保扣稅上限加倍到1.6萬蚊。長者2蚊乘車優惠調整後，70歲以上免費搭車機會高。呢啲針對銀髮族，特別係屯門區好多長者，醫療費減免可以慳好多錢，生活更安心。HKICPA 建議稅務措施提升競爭力，包括長者福利，證明政府重視人口老化問題。消費券方面雖然唔會大規模派錢如之前1萬蚊，但係定向消費券超熱門，議員倡議夜間電子消費券限定晚上9點後用，刺激宵夜、夜茶、酒吧、食肆。假日消費券或者留港消費抽獎，振興零售餐飲。呢個好消息對夜經濟嚟講係大 boost， 屯門街坊夜晚出街食宵夜多啲選擇，經濟循環加速。
陳茂波話消費券要審慎，但傾向定向派，幫特定行業復甦。公務員加薪解凍呼聲高，凍薪幾年之後，私人市場薪酬升，公務員工作量大。陳茂波話會謹慎考慮加薪。如果成功，全港嘅打工仔間接受惠，經濟數據亮麗，零售升，出口強，股市旺。香港經濟報告話，2026年通脹溫和，外部不確定性存在，但政府措施多元化市場，支援經濟。